周二亞市盤中，現貨黃金簡直停唔到腳，短線突然狂升，喺$4100關口上邊不斷創新高。截至最新，現貨黃金現已經衝到$4168，較作收勁升$40.55，升幅0.98%，最高仲摸到$4169。全個市場嘅焦點都睇實周三凌晨12點20分鮑威爾嘅講話，就等佢開金口俾減息答案。今次金價續升，根本係利好堆疊。中美貿戰緊張冇緩和，新關稅威脅仲喺度，避險需求一直燒緊，仲有美國政府停擺拖到而家，連協議影子都睇唔到，經濟擔憂越來越沉重，資金只能篤定揸黃金。最關鍵係目前完全睇唔到任何睇跌嘅基本面，上行動能十足。之前機構話2026年底破$5000，依家睇真係有機會。而今晚就係鮑威爾喺全美商業經濟協會活動嘅講話，交易員個個都等緊，想從佢把口度揾到年底前減息幅度嘅暗示。而家市場估10月、12月各減25基點，但如果鮑威爾態度偏鴿，甚至暗示減多啲，金價隨時衝破$4200阻力。反之，如果講夜鷹，可能會有短線回吐，但長期升勢未必斷。技術面睇，日線圖前景十足睇升， RSI 直接攀升到88左右，雖然入咗超買區，但仲喺度升，明顯係買家話晒事。仲有金價企喺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上，20日 SMA 仲喺$3866附近，同現價差好遠，根本係強勢護航嘅格局。要記實最新嘅支撐同阻力位，唔好亂買。支撐位最緊要係$4127，守住就唔使怕。如果跌返$4100關口，應該有買盤接，最差都要守$4086，破咗先至要小心。阻力位眼前最大目標就係$4200，一旦破咗，後市仲有大把升幅，不過都要醒水。RSI 去到88咁高，超賣得好犀利，短期隨時有獲利回吐。但正如高盛話齋，只要1%私人美債資金轉入黃金，都有機會到$5000。基本面未變就唔使太驚，千祈唔好盲目追高，等鮑威爾講完嘢再定策略至穩陣。最後重申，以上分析絕對唔構成投資建議，買賣自己負責，盈虧自負。想知鮑威爾深夜講話後金價會衝4200定回落？訂閱俾個 like，share 俾投資老友。凌晨走勢拆解即刻到，多謝收看。